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食药署伫拜三发布着新的法规，讲这摊商袂使同时来蒙钱，搁来蒙食物，若是无改善，就要来罚款。结果是引发着小摊商的大反弹，讲这个底期来根本就做袂到。啊，食药署长是亲身出面来回应。这个 GHP 其实它有它的特别的地方，它可以做我们的预告之后。我们可以做辅导先行的概念，所以这边是我们的8字真言的4字就是辅导先行，所以大家不用那么紧张，改善而非开罚，辅导优先。第二，给你时间让你改善，去思考。食药署长请摊商先唔免担心，讲一开始会先来辅导，会等到各界有共识了后，才会开始来执法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